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2日。约翰一书2章11安尼讲：毋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的人，是伫黑暗中，伫黑暗中的生活，毋知要去倒位，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无看见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怨恨人，也无伫黑暗中来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，你是真理活命，你是疼痛怜悯，你是全能伟大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的疼极悬极深，你的信息永远建立，你的慈爱永远直地。主啊，我要用全能来献上我的恶乐，也要专心来献上我的感谢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主啊，求你用疼来充满我，互阮通真实来疼人，互阮毋是表面的关心，乃是对心底发出温柔甲怜悯。主啊，当阮受到伤害时，求你赐阮疗愈的溃烂，互阮愿意放下怨恨，照你的宽恕来行。因为人若怨恨，就是伫黑暗，就毋知要去倒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